夜，有一個人坐於窄巷，來望門窗，兩手奏着吉他歌唱，腳邊一隻破舊皮箱。這一個夜，那一個人眼光裡面藏着回聲，吉他線上滲出了愁，歌聲帶淚，他一再唱，為何仍然未慣漆黑的空間？為何常常要放咗蓋仔？何時才能習慣？夜，我一個人就跑過路，提着皮箱，我心已倦，腳奔向前，跟他對唱，跟他去唱，為何仍然未慣漆黑的空間？為何常常要能習慣孤單的孤單，何時才負滿空虛像燈？這一個夜，我一個人就跑過路，提着皮箱，我心已倦，腳奔向前，跟他對唱。謝謝。哇哦，好聽的這一個夜啊！對，謝謝。你係廣東人啊？我是四川人。你是四川人？對，不好意思。你四川人普通話怎麼標準？我們四川人學粵語都有那麼一點天賦。哇，太好聽了，太好聽了！來，先給我們做個自我介紹吧。大家好，我是30組的聽審，我叫黃渤。他們倆剛才都帶了點頭銜來，你有沒有點頭銜？沒什麼頭銜。沒有什麼嗎？對。我做過調查。沒有。曾經在2011年的快樂女聲，我們的黃渤女士拿過西安賽區的10強，並且她的唱功被稱作西安賽區天花板，並且她前一段時間在 TVB 唱歌比賽中拿到了冠軍。所以我想問一下，TVB 的舞台和我們歌手的舞台有什麼區別？就是 TVB 的舞台是要講廣東話，然後今天我們雖然是講普通話，然後但是聽說今天現場待會兒的競演歌手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歌手，所以你有什麼想對他們說的嗎？哇，他們唱得太好聽了，我聽第一期的時候被他們的唱功啊，情感啊震撼了，好，我相信他們也收到了。那你就稍作休息。好，謝謝，謝謝大家。